看好清，看好明啊！对我扣回啊啦！恭喜今仔日舰队有感觉有一道气来到现场哦。今仔日的小朋友已经召唤到这个英雄了。喂！知影？我一个无注意，就走来这拍电动。不是啦，碰红老师，我咧录节目。什么是倒卡手？记咧是甲人搬物件，就是甲人斗相共，斗骹手的意思。啊！嘿嘿。吼，莫闹啊！咱消防人员爱受到专业的训练。台语拍面通会当熟悉高人，还有台语 rap 哪唱哪学，上赞的就会当拍电动哪算哪学台语。